嗱，我相信一間人啊，攏總也係新人，一間人類世間嘅迄度，熱天做出按多錯，按多五對嘅路，按多就五度上帝合意嘅，就讓人即刻就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嗱，上帝耶穌基督講一家啲建立世間，就係屬一家從一罪惡妥道嘅方面，因為到這啲熱約翰二第二節，按讓人講到，佢上帝透過耶穌基督。出係火死家嘅罪，嗱咩大正是家裏下單殺嘅罪，但係佢出係攏種世間人嘅罪，佢都係原諒，佢都係擔，因為到上帝錫攏種世間嘅人類，佢來世間時世十字架，就係擔攏種人類嘅罪惡嘅方面。嗱，約翰福音6:47節咁樣講到，佢講我講呢啲，實際係唔係人相信。就會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意思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是家嘅世間嘅喺度，是家嘅罪惡，不佢下面嘅，亦係家離開嘅世間，佢帶是家嘅靈轉到天家去。嗱，呢出係講個永久嘅生命，是家嘅靈得救，就係讓人講到。嗱，使徒行傳10:43人講個，對於佢攏總都做見證。講到出嚟幫拜呢一個先知啊，呢一個徒弟，呢一個門徒做出見證，係咪人相信佢，就會得到原諒罪惡嘅方面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唔係真讓人自己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所以上帝也透過耶穌基督出世，死喺十字架，3日因為佢復活，就係捉一家從一個罪惡。妥道嘅方面，萬人相信佢，就會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阿們。